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銀湖天峰7座嘅極高層 F 室，佢係一個2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64尺。一打開大門，會有一個玄關位，正前方係單位嘅客飯廳。單位嘅走廊可以明確咁劃分開客飯廳位置。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正前方可以望到科學園方向嘅海景，而左手邊就係馬鞍山，下方就可以望到內園嘅會所。廚房採用明火煮食，外佔一個工作平台。嚟到走廊可以通往2間睡房同埋浴室。右手邊係第一間睡房，外望亦都可以望到海景同埋山景。左手邊就係浴室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呢一邊嘅牆身可以做一組到頂嘅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阿 Leo。多謝收睇。